这位呢是我们劳力盟的大家长，圣爷。生涯。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生涯也得角色吼，我讲人非常的喜欢也得角色。本来上岛啊吼，骂了很多争议，骂了很多不公平，骂了很多无怨无悔。吼，伊呢做迄遇到劳工不干扰的，遇到争议、不公平的事情，伊就无怨无悔，然后去两头带出场。同来本人来讲，我知道有的位想不想，做迄也都看到较不公平的事情吼，嘛会提出来讲吧。道歉赔偿，谁可以给我们台湾千万个过劳的保全员一个公道？我辅导案的议题吼，当然扫描去查一下资料，吼毛政会线上吼加个资料，各位来这个也有去一例修会，吼各位好多同性家庭婚姻的，拄好也报个时间有安尼抗议，我也都现场去感受一下，吼这种抗争的氛围。我知道劳工的问题，到台湾来讲，非常的严重。故说我知道，也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提出来发展的事情。